哎呦，啥诶？遮欢喜要创啥？考试好。我唱啥？你来接啥？好，好，来准备哦。好。一个臭米芳，二个炒韭菜。哎呦，你竟然要塞呛滚！四个炒米粉，敢讲？我知影你想要讲啥？做暖的朋友已经看到飘地，我够暖的，做介绍又到写死。刚才个歹势，歹势啦，因为阮找无啥物米粉的歌，阮跟下当唱一条，但是要甲大家讲哦，这嘛是囡仔歌，对啊，阮的囡仔歌就是咱的歌内底有甲即个编做一条歌，对。虽然讲你即马伫网络面顶听袂到。但是你若是有闲，你看阮公司台语台电视的时阵，伫个节目甲节目的之间，有定时会出现哦。对，所以你运气好就听得到，运气无好你就拄则阮唱的，你个放一边。做暖的，做继续，莫讲，紧快死。对，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大家好，我是米粉老师。哎呦，阮拢免介绍，就跳出来。米粉老师你好，是。请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敢好？好，我是目前咧高中甲国中咧做台语老师的米粉老师。我是南投人，毋过我是戏剧系毕业的。哦，无怪讲话遮尼有戏剧性。好，所以即摆就伫教册。即摆我伫台中咧教册。哦，所以米粉老师真正是一个老师哦。对啊。安尼想要问讲东吹时啊，因为阮知影你是拄迄面册卖奖业，伫网络面顶熟悉你的。啥你东吹时会想要开始创即个卖奖业来教台语？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演员嘛，我戏剧系，所以我足介互人看。互人看嘿。哦。另外我是望讲这台语文吼，毋若只是伫即个学校。伊是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嘛感觉讲我这个人吼，咱有一句话吼，华语讲好人不长命哦。恶人遗千年啊啥？祸害遗千年。我想我应该是好人我想讲我应该活无久长，所以把握时间来创这个卖奖业来教大家台语。哦，原来你初心是安尼。我感觉随时都拢会安尼休气咯。呢，大家拢是安尼呢，像咱已经放袂记一件代志，就是即马线顶的一寡差不多0岁到18岁囡仔可能毋知影，就是伊早有一年有一个节温，节温的迄要叫啥？豺狼嘛，毋是豺狼，伊就是用刀啊共拄安尼，就是你坐节温的时阵，你可能你拄久即双手机有一个人向行过来，等你叫留做一回。若是有想要知影的人，家己会当去找一下。即件代志迄当中，就互我想讲，节温出门咱拢会坐，但是竟然就是安尼随时人生就无常的啦。对，人生无常啦，所以想要讲啥就讲啥啦。对啦，把握时间。人生啊，亲像咧做人客嘛，一世人亲像咧做人客。顶回毋就一个迄 7 Open 奖飞去，就做一张图，飞去就飞去啊嘛，所以来这世人就来佚佗的啦，这世人来佚佗的，尽量做，尽量省，欢喜甲，阁会当邀请你来阮遮佚佗。好，过来想要问讲，就是你当初想的这个教学的方式，甲即马敢有共款？厉害啊你！老师甲纠正，歹势，老师甲纠正。我家己 NG 甲 N 嘛，有时分袂清楚。甲我会晓讲较重要啦，吼，就讲较重要啦。对，我讲迄教学方法咯。你讲卖奖业，还是讲是我卖奖业的部分？卖奖业其实愈开始我嘛无啥物设定啦，想着啥就做啥。对。有时会看一寡迄台语，我毋知叫卖音咯。卖音嘿。一寡卖音就是一寡阮即下呢还是少年辈，安尼较会去引伊的注意。恁即下呢？安尼请问老师几岁？这敢会当讲？当然咯，因为我即摆还阁上幼气的呢。够阮幼气，阮18岁尔呢。老师一没都，老师阮18岁哦，你搞较注意咧，阮就是18岁哦。伤含啦，你20岁啦无？伊19岁，我18岁啦。好啦，所以你20岁哈。
你又看麦，你看我外表，你又看麦我几岁啦？我有20岁啊，我拄则幼好啊。哎哟，喙遮甜的，食迄蜂蜜也是安怎？我3岁尔啦。3岁，兄弟，你若是要做政治人物，即摆也个金子啊，60岁也做囡仔啦，金子讲什么小意？这我其实26岁啦。27啦，少年呢，这少年，老师敢拢这少年，老师书呆读了，啊个去创啥呢？敢是这会所？其实都爱看你机会啦，因为像阮即届吼，旧年考入来台中有录取4个，对，平均拢差不多，和我差不多27也是27还是28、26。哦，少年呢，对啊。少年的较好可以去做代志啦，较听话啦，菜鸟较听话，你知无？系啊，好哦，所以你讲开始做老师？系啊，毋过之前咧教表演艺术啦，我伫台北教冷当，拢是教演戏、搬戏的拍影片的。对，后来才去做一个迄冷当，就伫台师大修台语课。第2专长，其实我嘛无恶嘛讲，冷当以后就开这台语课。只是讲，阮要调转来台中中部，你加一张教师证，安尼是。阮要调转来台中，所以听起来你是台中人。其实我南投啦。南投。你无听人咧自我介绍哦。我拄则无伫咧啊。要紧啦，因为台中嘛。要紧啦，咱台中、中华、南投拢共一家啊。中部的啦，阮中部的啦。咱中部是一家伙啊，莫含迄对面的一家伙啊，就好啊。好。差不多啦，都想到啥都做啥啦，想到啥就做啥，就 free 啊！因为阮戏剧迄咧讲，就是先做就对啊，先做就对啊。阮表演嘛是，拢讲迄 performance 伊古早艺术都是do 音，做就对啊，do do 系啊 do，就是被英文教下，我一直想到个 do 咧，亚得啊个汤唔汤哦。做就对你若是做啥毋对嘛，无要紧啦，毋对，大家人拢会毋对啊。对啊，毋对就甲伊散运就好啊。毋对会去用攻击啊。迄无要紧啦，反正我迄薪水嘛无变啊。我这只是做义牛的啦，做义牛的做兴趣的。对啦。所以当初是啥才想着讲要用这亲戚卖计较这来做教学，因为以你的会所，我听讲啊，听就没有是我听讲的，阮阿公阿妈咧讲的哦。伊讲亲戚卖计较是因迄当阵做穿的一出戏，暗时7点半到8点，食饭一定爱配亲戚卖计较。对，像你当初是会想着讲要用这物件来做教学，对啊。其实我嘛看过亲戚卖计较啊，因为伊播出的时间吼是对1999年还是到我未出世。你毋知说，我甲你讲，互恁知，互观众朋友知，因为伊放送的这时间嘛，差不多点10年。对，所以我几千集2000外集，我已经看要1档外，看到什么700外集。即摆还有伫播 YouTube 面顶有啊。因为我较早有一个印象，就是7点半我拢会看。迄当阵我可能国校啊1年级2年级，所以其实嘛有印象啊。你国校1年差不多7岁啊，阮18岁，迄当阵我要生啊，要生，你都要出世。你多几岁啊？你几岁啊？我几岁？无怪恁咧，恁讲听阿嬷较知。对啊，阿嬷讲的无拢听无，我嘛毋知影粗皮熊是啥。更加毋知啥人叫左胜利吼。对，迄像万万啦。所以就爱因为迄看起来嘛较趣味啦。伊讲的台语开嘛是较有迄种较早迄种传统的味啦。对，因为因是老一辈演员，因讲的台语开口拢真好，而且有诶迄。他无去有华语影响。对啊，像迄美人迄种，拢规罐啊，听个都趣味的呢。想问讲，就是你的影片来源，甲你的教材啊，就是你迄个数啊，你敢有啥物标准？因为一段可能足长的嘛，你足长的内底，但是你可能拢会捡1-2个人出来讲，你敢有啥物标准？就是讲，这爱教，这边教，是讲你感觉就是安怎讲？我甲你讲吼，我这个人吼，任何人拢是想着家己啦。
我嘛是想讲，我较袂晓诶，因为既然我本人我已经做台语老师啊，毋是我咧瞎掰啦吼，瞎掰，伊是瞎掰呢，对啊，我袂晓诶，你大家应该可能嘛是较无听过啦，所以我嘛是为着我家己啊，我袂晓，我家去查书店，对，尽量面顶诶，拢是有一寡拢会出诶来源诶啦，对，才会当搭去面顶。毋过通用一集可能10通的啦，一集10通的，伤济个嘛是影片会伤长。所以你家己就设定讲一个分钟数，差不多10通的安尼。10通的安尼啦。但是一集毋是30分钟，你要安怎经？一集就经10通的，还是讲一集会扣做3-4集？一摆大文就一集安尼。一摆大文就一集。就靠一个规律安尼啦。规律安尼就是我就今仔。因为一集其实较无30分啦，就爱搁重新看一摆，爱看倒位需要甲伊因幕录影一遍，搁甲伊加做伙安尼。所以其实你搁加搁看搁顺一遍，所以你一集差不多看5-60遍。无2-3遍啦，无啦5遍6遍10遍啦。3-4摆，主要是后壁咧插遐字典、插遐数较食力。对啊，因为听过你袂晓，就直接甲伊剪落来，迄较简单。要去考证会较麻烦。较费气啦。好，就是想要问讲，就是老师遮影片，就是敢是你家己处理剪接的，还有迄就迄字幕安尼，一支差不多爱开偌济时间来处理？因为这做老师就是食下饱枵袂死啦。我嘛无迄银仔钱去加请人来做啦，所以拢家己做诶。兴趣啦，兴趣。有诶，你看你会当去调查我一寡大文诶时间拢是伫半暝啦。半暝因为我嘛是咧按公照看我困诶。都拢半暝，可能10点遐10点外遐家己真诶。就上字幕，搁查资料，差不多要点要12点嘛。差不多翻点就囥伫一个面册面顶啊啦。拢家己来，所以一支听起来差不多2-3点钟。因为后壁迄较麻烦，因为虽然我会晓拼音，晓拼音的好处就是你会知影伊的字是来源是啥。对。毋过迄一寡就足歹查，你真诶嘛毋知伊咧查啥。而且有诶书店可能佫无收。一寡啥物就是撞声词啊，是讲一寡就是较口语诶物件，可能。对，较地方安尼。像我进前有一出戏叫文英的厝边，内面有一个词叫响，响来个响去。我就冇甲响啊，迄个响啊，迄我拢头一摆听着，因为有用腔口迄地方的差别。我就去问迄秀容老师，王秀容老师嘛，伊较早迄伫台师大，伊是咧有教阮迄台语的导。有伊是阮迄专家有智慧的迄。我嘛看迄恁拄开播时我就看。国文老师啦。就去甲伊请教，讲这其实可能是一种变体啦。变体。就不管是秀来秀去秀，就是一个手个一个甩掉的秀。其实有足侪种诶。伫台字大书店嘛有查响。迄因台字大书店佫是写日语。所以我都去问我住日本的朋友。对。伊佫讲这是古早的日语，点解100年前？哇，考一大年。所以就尽量去找伊意思较相共诶。若是真诶找无对应汉字，就写拼音。所以这有诶其实毋若可能开2-3点钟，就是爱开愈久啦，一寡较特别诶。所以你这2-3点钟无包括你第一届看对无？因为你拢是先看过啊，看过了，今这个一集做。因为第一摆看可能要2当前啊啦。对。系啊。你嘛是真学。就豆做迄认亲戚，毋知做甲民国西元几年。所以这影片的来源，讲主要就是你的提供，就是原本的伊的迄 YouTube 的连接。我连接就肯定我会较老的遐。这就是有注编讲伫倒位摕出来。较无讲的我盗版啊，较无啥风险嘛。另外我嘛是做学术教学。对，而且你这嘛无迄啊，无趁钱啊。系啊。无盈利。因为我迄面册迄粉丝也无够济啦。
听到听众朋友啊，老师想要趁钱啦吼，到这可能才有迄广告迄个流量啊，吼，所以意思是讲是有想要趁钱的，起码啊袂。无啦，我一个公开场合拢爱讲我这无要趁钱啦，无要趁钱啦，你知我知就好啊啦，无问题。啊，你想要问讲就是除了就是影片以外，老师伫卖种业，我去什么？老师的卖种业，迄时事啊，图卡是足精彩的呢。哦，这都爱甲恁细图写，甲阮细图写啥呐？你讲图卡是因为我有做两个部分。对。第一个是我互高中生做的。对。我就叫因，我有去掠恁这台语，但毋是拢迄毋知啥话。看图台语。看图学台，我感觉足赞的。因为迄内面有写华语嘛，还有写罗马拼音嘛，对，还有一个图吼，迄学生去做一个参考，对，我就甲恁迄选30个，选几个较简单较常用的，对，学生去用迄表演艺术，用因迄身体去手骹去甲表现出来，嘿，这是小间，对，另外一个就是较一寡较新闻较迄当阵的一寡时事啦，吼，就嘛是共款找一寡对应的小间，我嘛算我学习啦，因为一寡小间真正是百款话我无听过，这种真开时间。想要问讲就是因为你图卡足精彩嘛，做甲足水的，你敢有考虑讲家己就是配音做有声音的版本？因为我承认我虽然表演时阵是会较含啦。较夸张、较放大啦。对。毋过像迄秀文老师嘛教，其实我爱坦白，我即个口语台语的口语其实嘛毋是讲介标准啦。因为我坦白讲，我通用语，普遍是通用语，含朋友嘛是拢用华语较济。所以嘛卖那个误人子弟啦。这是较好听借口啦，较歹听的嘛是心内话，就是我贫惰搁懒惰啦吼。做遐济嘛无钱，拜托一个，做一张互我算1000块，无100块，拢无呢。哎呀，我这做心酸的哦。听众朋友听到哦，岛内哦，老师的心声。无啦，因为像你讲的迄阮迄看图学台语啊，因为阮其实一直有网友伫遐讲，你这图足趣味，就是你无因袂晓念，有的字因看无，台文字因看无，拼音嘛看无，因想要学，因就希望讲阮有迄有迄录音，对，有配音有声安尼但是阮即马就开始伫 IG， 我有注意到 IG 有。Instagram， IG， 阮有配音，但是阮配音，就是因为你看阮做图片，你家己就有剪接就知影，阮做图片要做会叮当的图，过来爱配音，甲声夹起来，搁爱做起来，搁传起哩。迄种需要时间呢，费工啊，对啊，费工所以就是录的进度无法度像阮逐工画图安尼遮紧。所以我都是去剪辑这都是有啥我要做的真正免计较影片，因为。就是真济，即马足济迄神拜拢是，我之前有足济神拜，像迄啥物失控的台语课啊，还是讲迄足济啦，还是迄阿东迄那个阿东的哩哩哭哭，阿东啊，阮搁咧甲你叫啊，阿东啊，你当时要来阮兜，阿东你要来无？伊可能就是咧无因咧做遐的，毋过伊就是像咧观众朋友讲着，就是做足济度，但是伊毋知安怎念，因为我感觉台语上重要就是爱晓念嘛，对，所以我。才会想要讲剪一片影片，对，因为伊都是看过，伊个知影这字，对，而且个趣味，个有剧情，个有剧情，一集安尼刷落去，安尼接落去，所以才想要讲做迄剧情的影片啦。这经营方式嘛是甲其他较无相共，对，我这卖种也较有家己的特色啦，对，这甲迄回应你头拄迄图卡迄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讲，以后若是有钱，才有考虑要做啥。这钱上重要啦。我这种是对无？叫我听出来啊吼。这大家知就好啊。因为我是公务人员，我袂当去趁这啥拍工的嘿啊。嘛袂当抽commission。commission嘿啊，私底下知就好你知我知啊，别人都毋知。那种朋友，阮这比阮老师今日来录音是无领钱的哦。对啦，做功德的啦，做功德的啊，拄台中安尼拼车，拼车无拼马车。专工坐车哇下课安尼搬摇拄台中安尼搬车搬到台北来，而且拄则伊个惊毋着位个爬山拄下骹走起来，呀辛苦，阮做实的，阮做实的。我见这南投人吼，庄脚人的迄个优点吼，就是迄骹较好啦。
卡好啊，因为因安怎走着跟咱迄南投迄个圆环安尼尔。拄啊用较我拄啊迄拄啊是八卦山遐。八卦山哦。有时咧碰上去爬山啦。我拄下骹走过。骹骨拢较好。安尼你走过着阮中华咧，甲阮拍招呼啊。你中华人。对。中华倒位啊？中华嘛足快。湾林啊隔壁尔。对啊。湾林隔壁。隔壁啊。哦。阮咧草屯个过着南投啊。湾林好野人真济呢吼。歹势，我就是甲好野人赶下啊，迄个啊。嘛是好野人下骹。无啊，阮拢好掠人啦，阮就想要甲别人掠。我是好掠人。好，过来，过来问一寡甲学校有关系，就是讲旧年嘛，就是咱的政府甲这个本土语言列做就是高中甲国中就是必修的课程安尼。啊，想要请问讲老师，就是你当初是敢有想过你会去国中教台语？你若是讲我开始做老师进前吼，大学时阵完全拢无想过，对，顺便问者，比如老师你伫你的笔中也有写讲，你以前袂晓讲台语对无？其实会晓啦，会晓，因为讲无遐练顿啦，无遐练顿嘿。因为其实会晓是因为我我较早是含外公外嬷住做伙，阿爸阿母，所以是一个较大的家庭。拄好外公外嬷都是拢是日本时代大汉的，所以因会晓讲的语言都敢若台语。对，我就好别我讲，因会晓日语啊，因会晓日语啊，因较是晓我阿嬷嘛要讲日语啊，一字逆上一听有，对啊，我还有啊，摸塔罗斯，你十八岁，你看，我阿嬷会晓啊，我阿嬷有甲我教啦，你唱起来啊，亲像是你囡仔时代的囡仔歌呢，我阿嬷长甲我唱我的，但你感觉足熟手诶，一讲就知影会晓唱呢吼，我袂讲哦，18岁尔，你甲母婴阿姨共款咯，还甲脱线迄。朋友阮这要退通过啊，无付钱，随个退掉。都是会晓讲啦，因为较早因为阮爸甲我上细汉的，阮爸阮母啊，其实嘛60外岁啊。因为我从我国校的时阵，因都50外岁啊。所以因为我较晚生，因为我头前我面顶有3个哥哥。恁兜拢查甫的呢？拢3个，拢查甫的。所以其实阮爸母甲阮阿公阿嬷拢是讲台语较济。对。所以我自细汉伫厝内嘛是用讲台语啦。只是讲你就是受到影响嘛。我去学校，后来去我是读台中市读高中。对。过大学其实你台语会感觉讲，华语讲了好势好势啊。无必要讲爱讲台语啊。对。毋过嘛是拄好啊，迄人完全无想过做台语老师。嘛拄好我是4岁时阵，我教书实习伫迄仁爱国中。迄当中就想讲自我安尼精进。就去社区大学，去修迄洪定春老师的台语课。迄当中其实迄当中就是兴趣。毋过就知影讲，迄当中2019年拄啊修法嘛，就讲台语变做国中甲高中的必修。我就有种感觉讲，以后可能会开这课。因为较早国中甲高中是拢无嘛。对。就无排，无迄张教师证，即马就有啊。逼迫升低就对啦。我所以后来你爱甲观众朋友讲吼，你这选择比拍拼较重要。选择比拍拼较重要。你莫靠你拼规世人啊，毋知你创啥。好啊，不爱录啊，我走。我爱拼啊。这是吼，像我即种人贫惰个难耐的，这较偷食步啦。这时阵来唱一条爱拼才会赢。我甲你讲到这，毋知是你有调查资料啥？我台中高金的考试，毋过我迄样种分数无讲解决。叫你唱你就叫我唱爱拼才会赢。真的哦。现场3校长坐伫遐。我袂讲，我袂对呢。真的叫我唱爱拼才会赢。因为看我这，因为迄台中市的录取的老师啊，包含我其他3个拢是语言所的，一个清代语言所，一个是中师大语言所的。对。讲我即个大学毕业，佫是戏剧系去安尼，去安尼拉塞安尼。又看戏剧系，无好啦，无来唱一条歌吼，台语看人家己的。现场欢迎来唱一条歌。哎呦！你老师要唱啥？各位就歹势啦吼，就加唱人生海欢喜就好啦。好啊，无问题啊，来请。我介绍。这机会我是你要唱几条拢会使啦，唱几条。爱拼才会赢啦吼。要即摆就是到前的现场啊，好来哦，准备。3分天注定，1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结束啊。啊，这无钱的我这无钱的当然唱2-3句尔。你若是这5000块，我当然唱2条3条都所以透动考试的现场就唱3句尔。无啦，我知道你钱啊，我给钱，你甲你减低。好啦，我头前有讲，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起有时落。嘿，啊，下面等啊，派文。总买鸟起工来行，你要我钱？哎哟，恁这恁主办的叫我来宾互你钱啊，你无意思啦。好了，真出。所以你伫现场唱迄条歌，迄校长有啥物反应？因当面计一个西面安尼。就是我讲较粗俗咧，就恁爸唱我遐欢喜，唱我遐拼命着。就继续问，感觉没有恁无看到伊的表情，真正是戏剧嘅。而且后一条佫问我袂晓诶，因为我都毋是语言毕业诶，伊就问我讲，即个字音、字形、字义，你会安怎教？我你个你小姨爱逼哦！我过去4年无学过这，我读台语2专班，我迄语文、迄声韵，迄当中我过咧。迄当中我拄啊接迄训育组长啊，我拢无咧听。问即个我就讲歹势，我毋知。所以迄无遐难啦。你就当作去佚佗啦，无过就继续做老师啊。啦。所以当初是嘛无想着讲家己会去教册、教台语啦。所以你即马干那教台语尔，戏剧有继续教。迄个我即马教高3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生活啦。因为我拄啊，去年有加考，有摕到迄张教师证。对。就是你拜入这以后，若是迄少子化你才袂用去超额出去，超额出去。因为你力量就是你好处愈济，好都会甲你留咧。对啦，就甲咱上班共款啊，人做人就是爱多讲，你有愈济功能，你就愈有竞争力。这做甲死啊！我无多录音嘛，听众朋友啊，咱今日直播就搁只结束，无啦，讲笑的啦。好，安尼想要问讲，就是老师，你讲有啥物方法，就是互学生囡仔对这上咱台语课有兴趣？像你拄则讲的，你会经阮看到学台语，互因就是表演一下。听讲恁上课有搬短剧是无？迄是用高中生啦，因为即马教高中生吼，因为像我较早教迄表演艺术啦，对，我就感觉吼，高中生1年啊。迄就去干啦，这是镜头兼，我这兼，这教就毋知咧教啥。逼掉。镜头应该还好啦，差点讲迄2字，真是个较天真啦，较单纯啦。因较无即个迄个材料，当去搬一个短剧。所以短剧可能高中1年级遐啦。高一个遐，因较知影讲，根据即个俗眼，去想一个短剧有头前有冲突还有即个结局的一个短剧。高中生就是较静态的，就是我因为即马高中生拢是咱找一寡影片嘛。你若是规节课佫讲即个伊有诶较沙无长诶，这毋知咧讲啥货。要困去。所以一定要逐节课一定要有影片。一定要有图。绝对袂当干那我写黑板。因为因足现实诶。因为这会考袂考。伊就会看这无点，就我这有一寡互我面子啦，上课咧听，毋过迄面就是咧听，毋知但拢听无入去安尼。你关会掉我的人，关袂掉我的心。所以即种囡仔吼，我都会家去安尼，我去面头前爱。从小我足介拍倒啊！你知迄囡仔有时爱讲惊着呢，我就是咪惊着啊！你该受惊咧，囡仔着惊妈妈哈。阮点就有受惊会当去听。顺快工商服务时间，真诶都爱拍诶，爱都会真气啊！拍倒手敢袂听，我拢爱正面来想。无怪你诶正手较大机呢。哎哟！下课手就乌青咩？无啦，这都一寡较，我讲了欢喜就好啊，欢喜这都规定无趁钱啦，听着没？来佚佗诶啦，那讲，你讲演戏诶部，系啦，所以爱透过一寡影片啊、图片啊，啦。对，想要请问讲，就是你像讲，你讲高中生有演戏，敢有考虑讲，家家就是因演诶这个片传去你网络，敢会使？我其实有传。毋过因为我嘛是头一摆甲这台语结合即个
这个表演对，好啊，其实我设计部我家己嘛感觉，迄有诶爱搁去修正，有爱搁修正，嘿，因为有诶其实吼。因为我有要求讲，伊会较拍罗马拼音嘛。对。啊，毋过有诶吼，真侪人，因为因较早过去3年，也是甚至是国校拢无学过这。对。啊，坦白讲，因为国校有诶这大陆拼台语教学哦，有诶真认真。对。啊，有诶拢是配合迄，甚至是代理老师去教。哦，对。所以有诶台语代理诶老师，伊根本嘛看无。哦，可能伊诶拼音无遐好，伊会当就是照课本念，但是你讲要叫伊直接写出来。有诶我嘛听过有诶吼。用放迄个影片，放了就结束啊。就是册上伊会提供教材啦，要会记放黑白边的这 podcast 吼，迄电视就放阮的节目落去听哈。系啊，所以就是讲讲到头拄迄，就是讲，若是以后考较因搬了较实手啊，设计这个教案嘛，较完整的时阵会坑，即马是有坑因配音的啦。哦，台语配音只要出声音。对。因表演的元素，因就干那声音就好，因免个是肢体表演就较免啦。对，肢体表演就免。但是以后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因高中一年还未18岁，你若是还未18岁进前，因若是要公开，可能要问家长对。哦，这都是，我这样其实爱看学校啦。哦，看学校。啊，阮迄个学校其实都是较无咧注重，还是讲较袂遐鸟毛啦。哦，对。啊，其实嘛爱看，因为像台北较早的台北市，因其实拢会老师拢会迄学校拢分一张，就是讲就是迄有关的这同意书。对。啊，签的，因为以后可能其实颁奖啊，嘛拢会搭伫这个网站。哦，因都迄校都免个一个啊，个去问讲会当了解，哦，先好签啦，先好签落，啊，都以后就透动啊，其实嘛毋是讲要摕去创啥啦，对啦，啊，无要趁钱啊，趁无钱啊，今仔日话题咯，系啊，薪水月金嘛拢遐，系啊，要抽一条钱歹趁。说我这条无听过呢，这是啥物老歌啊？无啦，我袂讲诶，讲这条歌，讲这条歌。好，过来，过来是要工商服务时间，上重要工商服务时间来啊！对，请老师来。咱拄则讲遮久着，可能有人毋捌你，你要介绍一下你诶卖种业。这个吼，这伤足久呢，这个空白话个老咧。我感觉吼，这有时拢会甲学生讲吼，你出国还是出国，其实你也知影这台湾的文化到底是啥啦。上简单的一句吼，一个方式就是你讲台语，代表你是就是台湾人啦，台湾来的啦。所以我感觉大家欢迎来我这个卖种业啦吼，我这个卖种业就是较袂像其他较专业因为本身我本人嘛毋是足专业的啦吼，就较轻松的一种方式。你来看影片，佫有甲你讲一寡正确的即个台语字。这台语伫100多年前都有即个统一的系统的文字啊。毋过因为咱过去即个一寡政治的因素啦，就造成咱即个真侪人误会讲这台语敢若剩口语尔，无毋是。台语有文字。你个上课拢学生会惊着呢，我若你困会惊着。就是要互伊惊着。台语才有希望。对。你来看卖种业，毋是敢若你欢喜就好，我欢喜咧。这是有关规台湾的代志。你来看，咱台湾人加一个人会晓讲台语。这无一定吼，你来看5分钟，这台语以后加我1秒钟。就好像这咱这个台语代拖落去。你心目这个重任，进来看我卖种业。趁钱迄是。卖种业到底叫啥名？你毋紧讲。上重要的无讲着。就是爱留一个坎站。你等我问这条哈，安尼我要甲你收钱。我是你的条卡呢，条卡毋是拢爱500。真的我细汉时真的有录过500。我袂讲。我做梦的啊，做梦的啊。梦着哈。美芬老师的一个卖种业，就是叫做美芬老师的台语教室。米粉老师的台语教室，我们的这个华语叫做米粉老师。米粉怎么会是混？我们就是装一点那种较在地啦，但我也可以念的字正腔圆。好，米粉老师的台语教室。没有啊。哎呦，莫搞闹亏啦，真袂晓做人
因爸对来必须去啊，来必须去啊！对下骹佫甲伊搬就哎，卖落啊，好结束，时间嘛够，时间嘛差不多啦，就好收尾安尼啦吼。哎呀，我老师比较接触老师就触鼻呢，上课就欢喜。对啊，像咱这18岁，甲这26岁，差不几岁，所以较有话。咱嘛是用较共的啦，共的呢，较有话通讲啦吼。哎呀，较有话通讲。今日真欢喜，邀请你来，阿东啊，阿东啊，阿东啊，后一个换你啊啦，阿东，阿东听着无？阿东，阮伫空中甲你邀请。好。好，安尼今日时间过真紧哦，过来要放你等于坐车。好，安尼等去。几点钟内底安尼高铁安尼坐去，搁坐台，做好做趣味的吼，做好耍的吼。啊，这尽量就是为了台湾，为台语咧拍拼。为台湾啦，为台语，为台语啦。好，咱继续买，买有个人。我看下做忝的。好啦。好来收尾，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做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再会，拜拜。好，拜拜。好，咱继续买，买有个人。我看下做忝的。好啦。好来，好，哎，等下我无甲伊讲。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做问来请问，来请问。你莫为感情放伫演戏啊！来请问，这个啦，无过一届好无？好，过一届。好。